呀，那个会很贵吗？可能呢？我买的时候一公斤做点好的， 600的样子。一公斤600。那一公斤可以做几个？很多条。应该很多吧。可是在丰原呢。一公斤对呀。但是现在那个正卖的人，要给不给的。哦。他们是偷进来的。嗯。这禁止嘛。嗯。哎呀。禁止？对。为什么禁止？因为他是说现在好像也是在我家保育。不要让。藤已经在保育了。对。他说。不能乱采。也进口的很难了，现在。你去那边关门，你还在外面打电话给他，他还在门口那边看你是什么人，才能进去呢。我去好几次，哎。不认识的他可能就。有时候打电话给他，他说没有卖了，要亲自去。他怕被检举了。哦。所以现在变成连这个材料也都很难取得，除非自己到山上了哈，那处理的过程又很。对你光处理你就。除非你有耐心去处理。现在要写这个东西很好了，来读过工具。现在有地方买工具。不要用完全用大树，没有办法。你要这个都一样的宽度、薄度，有那种刀啦。专门在削的。对，那个。它的那个宽。对对，可以调。这个都是藤吗？这个都是藤。这都是藤。这个是宽的。这个这个都大粗细，就是你自己削成你要的粗细。来的时候就这样，我们要这个是3米里的，下面还有2米里的。一直往。这个就没有了，那里，这个很不一样，这个东西很细，这个就没有进口的。我一进来就是1、2万，要不然他们不给你。不给你批，对。不给你批。它有一定的量了，才会卖那个。到处去招啊。到处去招，你要几把噻？以前我们那个同学就打电话，高老师你要几把？他说差一点呢，差20把呢，全部拿，然后才会进来。那老师你会从藤然后处理成这样子吗？小时候就有在做这个。会很复杂吗？做很多动作。要一整天，要多久？这个要怎么去？从藤然后取出来，然后到变成这样子，要可以编要多久？你们电视也有看到吗？这样的老人家，好啊，那个功夫啊，真的功夫。要很久。所以那个可以教学吗？修啊。就是从藤那边取下来，然后把它做成处理成变成这样也可以啊，但是你要大量的话就没有办法。没有，我说教学。教成细节就是了。从那边取，怎么取？从这边批。然后一条一条就批，这个变成这个差不多6条嘛，一半，然后再分3条。就一根，然后你要把它。对。而且那个刀工也要很细。对，要细，这个要细。那个很粗，这个很细。以前我家里很穷，去山上的时候，人家都请我批这个东西。那时候我很厉害呀，因为我批的时候他们会给我。就是5厘分哈。对，我很会批这种东西，就是说。你是从小学到大的呢。对呀。这个也是很久的时间了。去年啊，我去年不是跟你讲，我学到框的。他那时候是看人家播那个 FB， 他也给我看说，人家可以做成这样。后来他还是学会了。本来我们就学这种的啊，现在变成两倍了。可以做成一直往那个越来越高。他这个我看人家那个网络上都做。对，我就是在那边学的。他现在好像都用那种比较软的。对，他买那种什么皮呀？对，有种皮软软的，然后用那个编成这样。他们给它套在手上，我有看到啊。所以以前这个是拿来垫那个电锅子。看它的大小了来制作。
所以你锅子越大就做越大。大。它主要就是要宽在这个地方，不能弄在这边啊，它还不是碰到地。对呀，在这里。要垫在下面。对。垫。不要碰到地。要不然那个地会黑黑，那个黑黑这种黑黑。桌子会黑。每次吃饭，现在吃饭你再放，都全部都黑黑了。它的作用来垫。小时候这个都已经变黑了，那个，哎呀，都不敢拿，一拿手都用脚去踢呀，从外面一直踢进来。你说垫的。哎呀。他在抬的时候，整个手都是黑的。都是用踢的好不好？他们说以前有禁忌，就是不要去刮它那个外面黑的，因为刮伤，会越来越薄，对。那就是说，就像跟老师刚刚讲，你黑了就用脚去踢，就是不去碰它就对了。很多作用的，那个温宁的家，以前老人家不是腌那个猪狗。腌哦，以前老人家就用刀去割的呢，那个狗跟那个猪啊，就刮这个，去消炎。受伤了。那个伤口。怎么跟上吃怎么会一样？这个还可以当消炎对，药。老人家就是以前在那里拿药。真的。我就觉得好咯，那个腌的那个。哎呀，对，粉粉的嘛，这个刮起来。可以当药膏啊。粉粉的，然后就这样子。撒在药。那个狗好可怜，哇，完全真的是。哇，这样也可以预治伤口呢。老师呢？那个什么刀柄的那个这个编法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刀柄上面的那个。这个是还说那个你很好，你。你的刀柄我有做啊。我刚刚有看到你的。你看我的工具一大堆的，你有看到？工具上面去。然后我刚刚有看到。有什么的工具？你看。对，我说你这个是刀柄，刀柄也是用这样编吗？人家也讲长偶编啊，刀柄。也是。它真的。那编法也是一样吗？跟那个就是这个一样。这个不一样。不一样。那个不一样。那是我们。它的是那个另外一种。那不一样。我讲的这个就是我在那个草屯那个主义。在那边老师给我的。然后一直留到现在。但是他们给我的是这样的，没有尖尖的，我自己磨。你给它磨成尖。这样还不是很宽嘞，磨到现在。所以那刀柄的有另外的说法。不一样。Ya aku bisa nggak sutuninan, mana pangalan ini dah, cai, ini,这个mana aku ni dah? 有说法。Utar. Utar lah, unget rumah puri. Utar. Utar. 中文是什么？Mana aku nu 中文，unget han tian han nian。中文mana？ mana？再去查。那个什么那个国语都没有问过嘞。所以那个编法不一样，它是直接在上面编，直接在上面绕。手不紧啊。我这一次回去，刚好人家我刚讲的那老人家留下来的，那个什么打鸣那个阿叔打锄了。是那叫锄吗？石头呢，下面是石头呢。那个锄。臼了，对，一来过来上面是木头，上面是那个。已经断掉了。接起来的那个。我去带回去啊，这个。给接起来，哇，很好看的，人家说哇，你怎么会做那个？我给接起来了。用这个把它。对，用这个框的，过年带这个带，我知道你家里还有嘛，我就带这个回去编两个，给接起来，很长啊。你看，要固定起来。你要做这个，你要紧。边有东西啦，有可以，他要靠的。那是研究好几天了，研究不出来。所以有人要向他买那样的东西定制，他自己去想要怎么做。定制什么？像那背篓的那个背带。后来一直研究到这样啊。他那个是边边那个好像有人，上次那个什么塞夏族的老师有吗？
它那个叫背篓的，这有2个那个。哦，那个背的那个。对，这就是背带嘛。那它的做法也不一样。对呀，我有看到那个，你看哦。应该网络上都有人在放。那个谁，苏秋美他们爸爸。可能有人会做了，我是没有看到的。我是没有看到的。就这个，老师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那个饮料拿去喝。饮料就拿去。什么？钱。一包。你们回去学校那边，你们自己看看那个背篓，墙那个墙壁那边挂的那些。